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3月9日，中東危機，國際油價急速上升，環球股市波動，二手交投亦稍稍放緩。不過一手新盤市場依然熾熱，新世界發展尖沙咀月定於本週31日發售，一口氣盡推全盤64伙。由於當中有不少買家計劃以全層形式購買，市場預期全盤單位料可一竅清代。項目切實尺價約19,183至25,785元。另外，永泰上水雲向及華茂佐敦如意亦趁勢加推單位，雲向最新加推78伙，因應加推屬中高層單位，切實平均尺價提高至15,997元。加推涉及一房至兩房連儲密室戶型，該批單位至實售價約392.8萬至781.6萬元，切實尺價約13,534至17,567元。另外，佐敦如意加推68伙，包括10伙開放式、52伙一房及6伙兩房，切實平均尺價22,416元，售價介乎551.5至1,152.5萬元，尺價為19,576至25,958元。有關香港地產最新訊息，可瀏覽世紀21香港C21HK。